我是陈秋辉，我自国小就开始参加比赛，我参加过口琴的、直排的，甲台语的安尼。自国小4、5年开始安尼，应该有超过30届，超过，应该。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参赛者，大家好，我是编号2号。今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今年过年，今年过年。我自细汉伫厝的拢讲台语，甲阮爸母拢是讲台语。我去幼稚园进前，就是袂晓讲华语。国小的时阵，老师就叫我去参加，因为伊知影我会晓讲台语，所以伊就甲我报名安尼，所以我就去参加，就一直比到高中。食好米，也住好所在，请人来吹箫、唱曲、啉酒。当开始比赛的时阵，差不多3、4摆进前应该拢无。尾啊，因为想讲演讲搁写的字，莫黑白写，所以尾啊才有去学安尼，就开始学罗马拼音台罗遮个。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开拢总来。这是我几多年前，毋知影国小国中的演讲稿内底写的。就是人生就敢若舞台共款啊，就是好有好的嘛有歹的安尼。迄时阵我还袂学安怎写罗马字的，所以我迄时阵是黑白写、黑白读，就是写我家己看袂尔。我是尾去学罗马字甲汉字才会晓写。印象较深的，就是大家伫台顶讲的台语拢真标准，拢讲了真好。毋过一落台，甲爸爸妈妈还是老师咧讲话的时阵，就拢会变做华语。我咧想，若是一开始比赛的意义是想要推广台语。安尼敢若有淡薄仔无做到安尼，就是伫台仔顶讲台语，甲生活当中讲台语，我感觉上大的就是有限制，因为伫生活的时阵要讲啥拢会使，就是安怎开讲凊彩讲啥的，遐个字遐个词，想到就当讲出来，感觉真轻松。毋过伫台仔顶，就是因为有题目。所以有题目，你就要针对迄个题目去讲，所以你若讲毋对词，意思可能就会走去。所以就是我感觉这是上大无共的所在。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无介意比赛，比赛前一暗拢无法度困到做落眠的。比赛迄天，就是有当时阁会腹肚痛，还是想要吐。物件嘛食无啥会落，所以我感觉压力真大，所以我无介意比赛。不过对我来讲，比赛嘛毋是完全无好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对内底嘛是会学到无共款的物件，像讲坚持做同一件代志，因为爱一直练习嘛，我就知影莫放弃，阁有就是。面对代志的态度啦，我感觉，因为就是不管是得奖还是无得奖，要安怎调整家己的心情，去面对这件代志，嘛是真重要的。艰苦头，快活尾，陈秋辉。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开拢总来。若有辛苦付出的现在，才有甘甜快活的未来。俗语讲，艰苦出身会成人。咱来看每一个有杰出表现的人，
伫因奋斗的过程中，总是甲食苦当作食补，忍受一切艰苦，克服种种的难关，才会当得到成功所带来的甘甜滋味。阿爸的阿，嗯，乌乌啊，乌啊的乌，哈，A A 啊的 A， 啊鹅鹅啊的鹅，咱即马搁对我念一遍，啊啊乌 O A A 鹅 E U U 口琴就是因为自国小2年开始，学到近已经11年啊，安尼。为什么介意口琴哦？因为分出来声脆脆啊，感觉真好听，就一直当做兴趣，就一直学落安尼。我以后可能会当试看卖去教口琴。进前是毋捌想过讲会做老师啦，毋过即摆咧看看，我感觉做老师嘛是一种机会，所以想讲若是有这个机会，有人想要学，我嘛会当试看去甲因教安尼啊。较大支的这是贝斯，贝斯伊的声就较低。这就是大家团体做伙分的时阵，内底用到。啊，这个扣的嘛是团体咧用的时阵，伊的声咧，就是较特别，安尼。较细支的这是10空的口琴。啊，毋过这我之前毋捌学过，我是有口琴安尼尔。对未来，我是有想过要做幕后的工课啦，因为我高中的时阵是读影视音的，所以就感觉有兴趣，感觉袂歹耍。毋过即马嘛无解确定，所以目前就是先自由发挥、自由发展安尼。去甲人教，嘛有可能是一个选择安尼。这两项代志拢无简单啊，拢爱就是用真侪时间。落练习才有法度有好的成果，就是你若认真去学，就会成功。